没想到所在的事情就是这里的人们做面花的方式使用了这个中花机，这里有一个手机，然后还可以操控整个面花这个一个播种的过程，你甚至不用动手，它会自动拍，根本不用很多人，只需要可能1、2个农民就可以操控，所以它的那个使用的效率和它的机械化的水平是非常的高。我觉得很多人对，尤其在国外的媒体上根本不聊这个事情，也根本不看到真实的情况。